你鬼迷心窍了。母后，婴儿只是恨那芈月，除了忤逆您，还狐媚皇宫。大胆狂徒，私闯进宫，乃是死罪。今日我皇歇就是闯了，你们又能如何？拿你归案。月儿，你先躺下。子歇，子歇，那得先问问我的剑。上！小心！小心，子歇！子歇，有皇姑主官，要杀要剐，冲我来！月儿，子歇不怕死。子歇，你们来拿我的性命吧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等一下，杀了太子陪都，动静闹大了，可不好交代啊。月公主是大王的妹妹，伤了她，大王怪罪，更不好交代啊。住手！嫡公主在此，谁敢无礼？姐姐，月儿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对月公主和皇公子动手！公主恕罪，我们也是奉命而行。给我滚出去！还不快滚！走走。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这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快拿水来！月儿，姐姐，喝不得。为什么？有毒。有毒？快去叫女医！快去！这水里有毒！月儿，你们还不快去！舒公主，姐姐，不能喝，姐姐。出去告诉外面的人，说舒公主饿了，吃了这里的东西；舒公主渴了，喝了这的水，随他们怎么办吧。快走！月儿，好苦呢。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魏后不好了！出了什么事？大惊小怪的。皇公子皇歇私自闯入了月华台，简直无法无天！让侍卫把他拿下。魏后，舒公主也去了，还吃了芈月那边有毒的糕点，喝了有毒的茶水。哪儿来的毒？据说那月公主的病就是与宫里送过去的吃食有关。快去叫女医治，去月华台救我的舒儿要紧。是。说，谁背着我下的毒？奴婢不敢。你鬼迷心窍了。母后，婴儿只是恨那芈月，除了忤逆您，还狐媚皇公子，教坏了舒妹妹。如果她不在了，不是给您去了块心病吗？女医治，先给姐姐解毒。别担心了，我已经吃过解毒的药了。皇公子的伤口也包扎好了。子歇，月儿，放心吧。月儿的病到底怎么样了？月儿中毒深吗？月公主是我见过运气最好的人。女医治奇怪，虽然中了剧毒，但症状却没有想象中的严重。世间奇怪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，见怪不怪了。只怕宫里的有些人是坐不住了，他们一直以为月公主必死无疑。我这里有丹丸，每日只需1粒，服后会发烧，会卡血。你们若信我，就让她用；若不信，就算了。多谢女医治救月儿。不是我要救月公主，是她命里不该死。珍珠、珊瑚，
们回去告诉母后，就说舒公主留在月华台不走了，和月公主同吃同住，是要想下毒的，让她下好了。是，姐姐。微后，拜见微后。舒儿的病情如何？中毒不深，并无大碍，只需好好调养几日便可痊愈。我要你守在舒公主身边，确保我舒儿无恙。是。那个芈月怎么样了？依奴婢看，她的病是因淤毒入络，邪犯上焦，邪热破血妄行，病入膏肓。这么说，她是没救了。命是上天给的，上天要带她走，无人可阻挡；上天要留她在，无人可送走。这次她中毒，我想知道她是留还是走。那要看少司命的意思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微后，舒公主说，即便她病好了，也要留在月华台与芈月同吃同住。由她去吧。你告诉下面，衣食住行不可怠慢，给我好生伺候着。若有半点差池，我让他们都去死。是。因儿那丫头有点走火入魔，你们给我留点神。奴婢明白。咳嗽了，来，起来喝点水吧。睡吧，我陪着你。气色好多了。舒公主，月儿，这是刚熬好的粥，喝一点吧。我来喂你吧。不烫吧？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月儿笑什么？月儿好福气，若没有你和舒姐姐，我就看不到这园子里的景色了。月儿别这么说，只要黄歇在，月儿永远有好山好水可以看。月儿的命
是子歇给的。月儿，就是子歇的性命。你为何要对我这样好？因为月儿值得我对你这样好。我要还你，不用还，还你，用一辈子还你。一辈子太少。那就生生世世，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秦王在此亲临郢都，楚王命我等在此恭候大驾。有礼。不过2月10日，臣弟与王兄又来到郢都城了。大良造公孙衍曾经劝寡人改弦更张，弃南就义，弃远就近，迎娶魏国公主。寡人却因此更觉得楚国这一趟必来不可。楚离子，你怎么看？王兄是觉得不易到手的东西更珍贵。这一回，寡人想要的东西都会到手。拜见大王，楚离子。张子免礼。寡人在路上已经听说，张子一张妙嘴，顶下千军万马，略施小计，便离间了楚国和魏国的关系。想来有张子在，要让那6国合纵变得分崩离析，并非难事。大王，有时候一个人的鼻子要强过数万兵马将士。本王这次来郢都，名义上是来给舒公主下聘礼的，但聘礼下得成下不成，还有变数。张子看，这步棋该如何走啊？只要将秦楚联姻做成事实，这5国合纵就告吹了。不过赵侯雍这几日也派了使臣到郢都来向楚公主求婚，就住在这家驿馆里。所以大王这一次遇上了一个劲敌呀。那赵侯雍与朝阳来往热络，朝阳在宫中根深权重，若他站出来为赵侯雍说话，这分量不可小觑。你今日晚些时候，给晋上送些好礼过去。即使朝阳替赵国鼓吹，那晋上也该有话可说。你送礼，他也会送礼，送来送去不就是个礼吗？可有一样东西比礼管用，那就是情。楚公主对秦王有情，秦王对楚公主有意，为什么要将这个事瞒得密不透风呢？倒不如散出去，让越多的人知道越好，最好让赵国的使臣也知道。张子说的有理，姻缘讲究水到渠成，能想法子让赵国使臣知难而退，是最好不过了。与其苦等水到渠成，不如早早的将生米做成熟饭，这叫大行不拘细谨。妹妹，姐姐，你也是太不听话了，身子这么虚，动不动都咳出血来，怎么还做针线呀？我今日觉得精神好多了，想做个香囊给子歇。哎呦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不在这1日2日的。
我能活到今日，全靠姐姐舍命相救。这次若没有你，净说傻话。上次我被蛇咬，妹妹不也是舍命相救吗？在我心里，我觉得我永远都是欠姐姐的。那你以后啊，就慢慢还吧。哎，其实现在想起来，你和那个黄公子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妹妹福泽深厚，才能找到像黄公子那样万里挑一的好男人。姐姐别急，姐姐是月儿命中的贵人，月儿为了答谢贵人，定会想法子尽力成全姐姐的姻缘。数你嘴甜。好在你我都各有心上人，不然姐姐定是抢不过你的。姐姐放心，只要是姐姐的心上人，我定不会与你抢。魏美人一事已经危及到楚魏两国的关系。魏国使者离开郢都之时提出，若大王再不向魏国致歉，那会盟之事就提也不要再提了。微臣以为，合纵乃眼下重中之重，会盟尚未开始就面临分裂，绝非吉兆。动辄便用合纵吓人，合纵原本只是屈左图的一厢情愿，真正做起来困难重重。大王应该已经知道，2日前秦王嬴驷带着丰厚的聘礼又来到了郢都。论诚意，那5国都是口是心非，远不如秦国真心。大王，齐国一向野心勃勃，赵国、魏国更是心怀叵测。他们推举我们楚国为合纵长，无非是因为秦国崛起，令他们心生惧意。他们推举我们楚国挑头，与秦国相斗，两败俱伤。 5国表面上热热闹闹，鼓噪在郢都会盟，背地里却各打各自的算盘，早就同床异梦了。晋上，此话怎讲？大王，臣接到密报，韩王1月前派人到咸阳，与秦王嬴驷密谈。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，恐怕除了他们自己，无人知晓。但若对楚国有利，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偷偷摸摸。 晋上大夫真是耳目灵光啊！老夫不明白的是，你只是楚国的一个上大夫，为何竟能掌握如此之多的秘闻消息？老令尹，月儿，把药喝了。子歇，告诉我实情。我几次要你陪我去见魏美人姐姐，你都屡屡推诿，为何？ 那魏美人，还是不要去看了。姐姐怎么了？她因为开罪了大王，被大王割掉了鼻子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据说是南后因为争宠设下的圈套。可不管怎样，大王都不该如此蛮横。魏姐姐。 她也是王侯之女，怎可视如草芥？这宫中的女人，哪个不是诸国权势权衡的赌注？即便身为公主、王侯之女，谁又能左右自己的命运？只是这魏美人的遭际，实在让人扼腕叹息啊！若是没有美人姐姐援手搭救，我的命早就没了。 可如今姐姐遭难，我却束手无策。估计宫中只有你在真心为她难过。多少人都认为，只有别人死，自己才能活。今日是他人死，自己活；明日就是自己死，他人活，有什么区别？我不要过这种日子。 敢问姑姑，前不久有个魏美人住在这张华台里，你可知道她的去向？还魏美人呢，鼻子都没了。
活脱一个丑八怪。姑姑可否告知，我在何处能找到他？婢子不知道啊。这远近处处亭台楼阁，看起来好风光啊！谁知道哪日就成了冷宫了，还这个美人那个美人的。今日可能是掌中的珍宝，那明日呢，就是落地黄花喽。既然姑姑不知道他的下落，那能否让我去他的寝宫看看？想去就去吧，大王有令，这里边的东西啊，早就都清干净了。多谢姑姑。张子，张子，张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月公主，昨日魏美人在冷宫自杀死了，在下特意来祭奠太仙儿。唉。这不，看到他留下的牌箫，读思人，有些伤感。月公主，张子与魏美人曾有交集？没有。张子何时变得如此多愁善感？虽说魏美人与在下素昧平生，但魏美人毕竟是因我而死。不是说那是南后郑袖的手段吗？给南后出谋划策的正是在下。张子，魏美人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害她？并不是张仪要害一个弱女子，只可惜她是屈原和朝阳搞合纵联盟的一枚棋子。就算她是棋子，又碍你何事？张仪与人有过约定，不得不借魏美人鼻子一用。卑鄙！卑鄙的不是张仪。魏王和朝阳深知楚王贪图酒色，将魏美人送进楚宫，曲意奉承，他们才卑鄙。张子，我和姑姑当初搭救你，是把你当成了君子。张仪做事有谋略，讲黑白，但从来都不是君子。我知道，月公主在气头上，此时说什么都无用。但希望将来有一日，月公主能明白在下这份不得已。好，不用说了，你我交情到此为止，再无需交往。月公主，请转告舒公主，秦王已经带着聘礼回到郢都。舒公主难道不想和秦国大王再见一面，互诉衷肠吗？见不见，关你何事？谁想到张仪竟然为了一己私利，对美人姐姐毫不怜惜，视无草芥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那个张仪真的说秦王已经回到郢都了？好像是。我就猜到他会回来的，他真是至情至性之人。张子真的说秦王回郢都
是为了给舒儿下聘礼？除了舒姐姐，这楚宫当中，谁还能入得了秦王之眼？好妹妹，姐姐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既然秦王对我有情，那我也应该让他知晓舒儿的心意。姐姐是要私传信物给他？小声点儿。照理说，妹妹还未痊愈，不该劳累妹妹的。我不累，不就是替姐姐出宫一趟，去见那个秦国老伯吗？你老伯老伯的叫，好像他真的很老似的。不老不老，他不老，他与姐姐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。好啦，妹妹答应你就是了。好妹妹，这件事情干系重大，我该如何谢你才好啊？你我之间若用得着谢字，那便生分了。老伯，给，拿着，这是舒姐姐的一片心意。老伯，你真的觉得我很老吗？你虽不老，但年纪也不小了呀，还不赶紧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，将舒姐姐迎娶到秦国？晚一步，可是有人要抢的。这我知道。小丫头，回去告诉你们舒公主，本王定不会负舒公主一片真心。赵侯雍派来的求婚使者就住在这个驿站，朝廷内外不少人都主张要将舒姐姐嫁给赵侯雍。老伯，快动作，也好叫舒姐姐定心呐！啊！这就是赵国派来的使者。是。公主慢走，望公主下次再来。秦王不必相送，告辞。楚离子，敢问刚才离去的是楚国的哪位公主？还有哪位啊？自然是楚国的嫡公主芈姝啊。嫡公主怎么会一个人出行呢？嫡公主的随从都在外面候着呢。这不符合规制啊！嫡公主金枝玉叶，她来与秦王相见，难道还要弄得世人皆知？秦王带着聘礼在宫门外几次求见，我大楚乃礼仪之邦，大王总不会永远避而不见吧？赵国的使者来郢都多日，提亲之事也要落到实处。不把秦王打发走，寡人如何给赵侯雍一个交代啊？大王说得对，那就应该赶紧见秦王才是。那秦王来郢都是给舒公主下聘礼的，寡人见了他如何应答呀？当真把那个厨娘嫁给他呀？秦王一定要娶，大王就将那厨娘嫁给他，又有何妨？事情揭穿，出丑入乖的该是秦王，与大王有何干系？这君子坦荡荡，鱼目混珠的手段实不可取。既然合纵大策已定，大王身为合纵长，还是当面义正辞严拒绝秦王为好，让其知道大王合纵之决心，免得日后更多纠缠。他若不肯与寡人让步，又当如何？这里是郢都，不是咸阳，他敢怎样？他若识趣，乖乖的走了，倒也罢了。他要用强拿下他的人头，是轻而易举之事。大王，此非仁义之举，万万不可！大王，此事还需慎重。大王，容寡人再想想。妹妹，王兄已经决定了，明日要宴请秦王，商讨婚事。
姐姐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那是圈套。圈套？适才子谢告诉我，他还是从屈子那里听说的，说大王已经听从朝阳的劝说，要在筵席之上埋伏刀斧手，诱杀秦王，将你嫁与赵侯雍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王兄这是要葬送舒儿的一生。妹妹，快随我一同前去，求屈子帮忙。屈子认为此举非君子所为，执意反对，所以筵席之上只有朝阳一人作陪。秦王生死只在朝阳一人之手。此事连屈子都无可奈何，那他定是凶多吉少了。只需要姐姐拿定主意，秦王便会无恙。主意？什么主意啊？我此刻五脏俱焚，哪还有什么主意？好月儿，你替姐姐出个主意吧。月儿想，秦王若不去赴宴，他们就拿秦王无可奈何了。可如何才能让秦王不赴宴呢？姐姐放心，我这就去给秦王通风报信。哎，等等，我想办法偷偷拿出母后的出宫令符，和你一同前去。好。谁？舒公主有要事要见秦王，请稍等片刻。公主请进，王兄已在等候了。就是这儿，去吧。哎，那我先进去看看。老伯，不是说是舒公主吗？小丫头，别生气，本王把你当成舒公主了，鲁莽造次了。老伯不是鲁莽，是目力太差。姐姐来了，在门外呢。哦，姐姐，走。我在门外等你啊。大王，路上小心啊！大王放心吧。
赵大夫，赵大夫为赵侯雍求婚，已在郢都滞留多日。今日楚王设宴，与寡人商议嫡公主芈姝的婚事。赵大夫何不一同前去？楚王跟你谈婚事，关我何事？诧异，嫡公主身边有几个婢女，都是绝色的。赵大夫可以请求楚王将其中一个婢女许配给赵侯雍。你，赵大夫刚才已经亲睹楚国嫡公主的容颜，既然无法娶到嫡公主，退而求其次，并不难看。告辞了。昨晚上我就一直守着那扇门，等啊等啊，一眨眼天就亮了。舒儿也是觉得奇怪，怎么一眨眼天就亮了？姐姐究竟与秦王说了些什么？难道姐姐没有劝说秦王今日不要赴宴？说了，可他说要光明正大娶我为后，所以一定要亲自面见王兄。秦王热血男儿，值得姐姐倾慕。不过昨日一夜未归，万一魏后追查起来，姐姐该如何回复？秦王愿为舒儿豁出命来，我眼下哪还顾得上那么多？请秦王托履解见。剑为男人之胆，身为秦王，剑不可离身。无妨。秦王，喝酒。来，都听仔细了，以水杯为号，格杀勿论。本王上次进咸阳，就听说了一件事。何事？听说楚王常年患有隐病，因难于向世人启齿，无法根治，是楚王心中一块痛处。秦王，你什么意思？楚王听我把话说完，但本王却以为，楚王所谓隐病，也许正是楚王天生异禀之处。此话怎讲？楚王可曾听说过，我们西北有种兽类，叫香獐子。雄獐子天生香囊，其香气让雌獐子苦追不舍。楚王身上气味奇异，不正好雄冠楚宫吗？真有此事？本王这次特意为楚王带来了麝香，都说这东西若做成香囊，挂在身边，会让男人威力倍增。楚王不妨试试。秦王，本王一定试试。楚王好客，特意设宴宴请本王。本王早就听说楚王酒量无敌，所以先敬楚王3杯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干！且慢，这杯酒本王是要为楚秦联姻，你我从此一家而庆贺。大王，秦王此话不妥。楚国与秦国何时联姻了？对啊，秦王，
你与我楚国何时连的姻呢？寡人就是在这大殿上向楚王请求迎娶嫡公主芈姝，楚王当场承诺，并请出芈姝与我相见。不过才2月有余，楚王忘记了吗？此事寡人自然是没有忘记。可那日秦王见到的只是我楚宫的一名普通厨娘，并非是嫡公主芈姝。若秦王真的一味索讨，那寡人只好把那个厨娘给你了。君无戏言，本王一直都是向楚国嫡公主芈姝求亲，楚王答应的也是将嫡公主芈姝嫁于本王。芈姝明明是大王之妹，今日怎可随意拿个厨娘来搪塞？这联姻之事你情我愿，秦王这是要强讨硬娶了？怎能说是强讨硬娶？是你们有言在先，言而无信。明明说好的是嫡公主芈姝，怎会变成一个厨娘？久闻处理子，能言善辩，伶牙俐齿，佩服，佩服。我们喝了这杯酒，如何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等等，令尹大人真会说笑。楚王若不肯嫁妹，本王又怎能应娶？楚王，这把刀太钝了，看来要用上本王的这把匕首。楚王，要我来帮你吗？秦王不必客气。寡人，楚王看这把匕首如何？好匕首，鱼肠匕首，削铁如泥。楚王可愿试上一试？是就不必了。楚王，你这是要拿本王的命吗？寡人的本意是，楚王为了悔婚而杀秦国之君，楚国即成为秦国勇士之仇人。杀人一时，结仇百世，楚王以为值得吗？楚王言而无信，翻脸杀人，为世人不耻。来日，楚王又如何面对诸国国君？秦王，这是个误会，误会。本王知道这定是误会。若不是误会，刀剑无眼，只怕本王性命还在，楚王的性命却没了。赵阳，秦王，这里是郢都楚宫，不是你咸阳大殿，不得无礼。明明是你等埋伏了刀斧手，剑拔弩张，无礼在先。楚离子，不用再说了。楚王诚意邀请本王赴宴，商谈联姻大事。既然早晚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过分计较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为何这些人还留在大殿之上？赵阳，寡人有贵客在此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这些丢人现眼的家伙，都给老夫滚下去！还不快滚！
让本王再敬一杯，祝楚王在诸国君王之中拔得头筹。本王知道，楚王一向对我汉中商於之地情有独钟。若楚王愿促成秦楚联姻，那么这商於之地好商量。什么？秦王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。本王对舒公主倾慕已久，望楚王成全。舒公主出嫁之事不宜再谈。眼下楚国正准备与吴国结盟，大王前不久刚应允了赵侯雍的求亲，楚国只有一个嫡公主，总不好一人许配给两国。是啊，秦王，此事寡人的确是为难。大王，晋上晋大夫有要事要禀报大王，让他在大殿外等着。晋大夫说是要事，等不得。什么事儿如此慌张？让他进来。是。启禀大王。晋上有什么话赶紧说。啊，大王，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，走了。什么？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走了，离开郢都了。这个赵侯雍简直是荒唐，朝三暮四，竟然把两国联姻此等大事当作儿戏。赵国使者临走时说，他们亲眼看见秦王和舒公主多次在驿馆私下相会，郎情妾意。既然秦楚交好，外人怎能过分勉强？一派胡言！寡人的王妹舒儿，自幼乖巧贤淑，怎会与秦王做出那苟且之事？除非是赵国有。老夫担保，那赵国使者并非无中生有之人，必定是有人使诈。秦王，此事关乎到寡人的颜面和我王妹芈姝的名声，还望你能给个交代。本王自然会有交代，只要楚王应允，择日迎娶舒公主便是了。你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可惜呀，已经水到渠成，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两位公主，请留步。谁敢阻拦嫡公主，小心你们的脑袋！拜见大王。拜见大王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既然是商议舒姐姐的婚事，那总该问问舒姐姐自己的心思吧。大王，女子婚配向来全凭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大王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好，淑妹啊，寡人今日就当面问你一声：秦王嬴驷三番两次来我楚国求亲，声言非你不娶。可这秦国千里迢迢，道阻且长，王兄认为你一定不会愿意嫁到那荒僻之地的，所以正打算替你做主。大王恕罪，此事还是由舒儿自己做主吧。你说什么？求大王体恤兄妹亲情，成全舒儿与秦王的姻缘。楚王，这第3杯酒，就祝本王与舒公主百年好合，子嗣绵延，如何？母后息怒，舒妹妹也算是个性情中人，竟然不顾母后的颜面，只身闯入大殿，当众承认与秦王的私情。
让大王好生难堪。哎呀，如今大王对这桩婚事也无可奈何，母后还是顺水推舟算了。啊，臣妾就是想给母后通个气，免得一个人蒙在鼓里黑不隆咚的。既然婚事已定，母后的心也该落下了。臣妾可真是为舒妹妹感到高兴啊！好了，臣妾告辞了。恭喜母后！气死我了！真是气死我了！南后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威后若是真生气，就招了他的道了。但舒儿怎会自降身份，自甘堕落？那秦王有什么好？哪点比得上赵侯雍？真是喝了迷魂汤了。舒公主也许是受了别人的挑唆，那月华台里不是还住着个芈月吗？可不是，我真是糊涂，竟然让舒儿和那个贱丫头在我的眼界之外恣意妄为。玳瑁，传我的旨意，让舒公主马上给我搬回高堂台。是，威后，晋上大夫求见。晋上一向跟南后热络，南后刚走他就来了。那奴婢去回了他，就说威后身子不适。等等，听说秦王就是托晋大夫为他出面求亲的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花言密嘴的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威后。免礼。谢威后。听说晋大夫近日为楚秦联姻之事忙碌得很，今日怎会到我这里来？微臣是给威后道喜来了。喜从何来？秦王久慕舒公主贤德美貌，愿以倾国之力来迎娶。舒公主乃威后掌上明珠，秦楚联姻岂不是喜事一桩吗？我看中的贤婿不是秦王，晋大夫道喜走错门了。赵侯雍虽好，但与秦王相比，确有缺失。此话怎讲？赵侯雍来楚国提亲，是为了合纵；大王曾允诺婚事，也是为了与五国联盟。臣以为，五国联盟貌似强大，实则人心不齐，不堪一击。楚国若与其联盟，必然浪费人力物力，不如结交强援，共谋他国。结盟由大王定夺，我只在意舒公主的婚事。这婚事和结盟之事同理，五国联盟尽其力，只相当于一个楚国。然而，五国人心涣散，只可当半个楚国。秦国国力雄厚，与楚国不相上下。若与秦国联姻，强强联手，便可无敌于天下。更何况，舒公主就算嫁给五国任何一个王侯，因其国力不强，这些王侯只是徒有虚名，王后之位就更是徒有虚名了。怎能跟一个手握大权的秦国王后相比？再者说，姻缘讲究的是一个缘分。舒公主与秦王情投意合，日后夫妻比翼双飞，鱼水和谐，这不都是威后所想所盼吗？你虽把那秦王说的百般之好，可那秦国荒蛮，秦人粗鲁，舒公主要是嫁过去，怕是要吃苦头的。好与不好，要问舒公主的心意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为后何不找个机会亲眼见一见秦王？到时便知微臣所言句句是真。
我就信你一回。5日后是郢都祭祀少司命大典，舒公主会献舞少司命，到时我和大王都会去。我会让大王宴请秦王，秦王的人品和谈吐如何，我一望便知。女士，殷公主，你们这是往哪儿去啊？高堂台给舒公主送少司命大祭的礼服。听说那大祭的礼服华丽无比，10几个绣娘忙活了小半年才做出来，可否让我看看？女士不会是因为狄公主的礼服，别人连看都不能看吧？好漂亮啊！这是微后特意让织房中最好的织女用金线和翠羽编织数月而成的，上面还镶了那么多上好的珍珠。为了少司命大祭之舞，实在过于奢华了。因少司命是庇护我大楚妇孺，使大楚人丁兴旺的神奇。为了大祭，无论多么奢华，都是对神灵的敬意。更何况，大祭历来是由身份高贵的女子作为主祭。今年微后有意让舒公主在大祭之日领跳少司命祭舞，这礼服当然是要好上加好了。那大祭之舞的伴歌领唱，该是太子恒吧？原先微后属意太子恒，但南后说不好，南后看中的人，微后又说不妥。这不，屈子出面，刚刚定下了公子歇。黄歇？正是，公子歇是屈子的爱徒。九歌又是屈子之作，选择公子歇也算是度身定造。原来是黄歇。我等有要务在身，殷公主请自便。听说这次大祭，秦王和郢都的许多贵公子们都要来。舒公主若穿上这件礼服，领跳少司命祭舞，不知道要让多少公子王侯神魂颠倒，辗转反侧呢？这话说得太早了。你怎么知道，那日穿上这件礼服的，就一定是舒公主？大王已经应允了姐姐的婚事，妹妹为姐姐高兴。舒儿远嫁，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妹妹。无论姐姐在哪儿，妹妹的心都与姐姐在一起。按照祖制，我出嫁时是要有姐妹宗族作为陪嫁，和我一同去的。姐姐，你想让我做你的应试，跟你一同去秦国？你一定不愿意，对吧？对，我不去。也确实委屈了你。哪个女人不想嫁给自己心仪的男人，不想成为正室？我娘亲就是应妾。我从小到大，听到别人嘲笑讥讽我最多的，就是我娘亲的卑贱。我绝不让自己成为应妾，让我的儿女受到欺辱。姐姐知道我的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更何况，我与子歇早有盟誓。可是母后对你一直耿耿于怀，上次月华台下毒之事也草草了结，并未追查真凶。我担心你留下来，害你的人是不会罢休的。此事我也惶惑。惶惑何人害你？惶惑他为何一定要害我？那你知道是何人所为？我只是猜测。姐姐对我如此之好，我真的情愿不是她。你
你确定？十有八九。其实根本用不着他动手，他仅仅示意就够了。这可怎么是好？姐姐可知，芈月的娘亲和抚养芈月的举姬，曾与威后结下嫌隙，对此姐姐也应当有所耳闻。可这是上辈人的恩怨，与你有何干系？上辈人。你恨他，恨我娘亲。说恨，伤你的心；说不恨，伤我的心。可她毕竟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是你的母后。看在我们姐妹情分上，原谅她吧。当心，当心！规避碧帛以示鬼神，千万要摆放整齐。是的，这个放上面。啊，那这件呢？这个放正面。是。供奉的六兽和酒水都摆放在那边。祭司少司命，国之大事，天神在上，非凡柴不足以达之。哎，一定要让人悉心照看这燔祭时的烟气啊！来来来，动作都快一点。皇公子，皇公子，月儿，舒公主，嘿嘿，傻笑什么呀你？月儿今日格外好看。步裙金钗，寻常打扮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一会儿舒姐姐换上祭舞礼服，那才叫一个好看呢。妹妹步裙金钗，在皇公子眼中都有这般姿色。你若能穿上祭舞礼服，那不美若天仙了。姐姐，何时你也学得如此油嘴滑舌？姐姐的话是认真的。上回祭祀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若是月儿主跳祭舞，皇公子吟唱作伴，那你们才是郎才女貌呢。多谢舒公主成全。全是轻薄口舌，不与你们说了。哎，月儿，其实他心里是有你的。皇歇只是想讨个今日的彩头，祭舞之后，恳求大王把月儿许配给我，望少司命庇佑，天遂人愿。殷公主，殷公主，这壶中便是公主要的北域雪梨酒。这公主答应的酬劳，这是宫中最好的羊脂玉，你等平日是见不到的。公主也别小看了奴婢，这酒也是稀罕物，性寒烈，夏日里少饮可解暑，多饮就会腹痛，千万不可贪杯呀。好了好了，本公主知道了。你见到舒公主今日要穿的那件祭祀舞服了吗？见到了，美的无与伦比。姐姐，刚才你与子歇说了些什么？不告诉你。你若不告诉我，那以后我也不告诉你了。你不告诉我什么？你想知道的事情啊。
你不告诉我算了。天好热呀，珍珠，去给我和月儿倒些凉茶来。是。舒妹妹，可是口渴啊？我这里有一壶玉露琼浆，据说饮用后可让人冰肌玉骨，有脱尘成仙之态。既然妹妹将在祭祀大典上主跳少司命祭舞，何不多饮2杯，也可助兴。姐姐，平日里你就不胜酒力，这酒还是不喝的好，免得误事。既然姐姐有这等好东西，妹妹怎能不喝呢？给我尝尝。真是甘甜如蜜，清凉入骨啊！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们可不能跟我抢啊！再来一杯。姐姐，少司命祭舞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等还不快去更衣？可不是，时辰不早了，再不更衣来不及了。走吧，我们一起更衣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舒妹妹，不知怎的，我这肚子有些绞痛。快坐下，姐姐，我给你揉揉。怎搞的？莫不是中了暑热，或者岔了气？不知道。哎呀，这疼一阵一阵的，怕是一时半刻好不了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舒公主还要领跳少司命祭舞，身体不适，这可怎好啊？是啊，献舞少司命，万人瞩目，千万耽误不得。女师要早做打算啊。若是舒公主不能领跳，那只好临时更替啊。眼下能顶替舒公主的只有……女师说的有理，能顶替舒儿献舞的就是月公主了。啊，我不行，我不能跳。月儿，舒公主这话当真？私下里，月儿曾帮我许多次，她其实跳得比我还好。你真的和舒公主一起练过？我是练过，但我不行。月儿，我不能跳。舒妹妹此言不妥。祭祀少司命是何等大事，芈月从未接受过女师指点，草率献舞，亵渎神灵。献舞少司命，讲的是一个诚字。有些人心里不干净，即便献舞，少司命也不高兴。既然舒公主力荐，那就试一试。你现在就跳给我看。你若真的能跳，那就是少司命选中了你，你命里该有的逃不掉。今日由少司命判定的事最妥不过。女师，芈月向来忤逆，微后若知晓此事，定不会答应。这女师已经说了，此事由少司命判定。即便日后母后怪罪下来，舒儿自会分辨，女师不必多虑。月儿，月儿，皇爷在等你，别辜负了他。大王到！秦王到！秦王请。楚王请。坐。
王请。韦后请。秦王，那少司命的祭舞就要开始了。今日歌乐鼓舞，同鸣相召，以屈子的九歌祭祀少司命，极光凤羽，别具匠心。秦王可知道今日祭祀之舞领舞之人是谁？是谁？正是寡人的贤妹舒公主。舒公主领舞，好。早闻楚国歌舞美轮美奂，本王今日应楚王之邀，能一睹其真颜，也是大幸。那秦王果然是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。韦后好眼力，舒公主未来的郎君一定是万里挑一的。夫人自有喜美。难怪婴儿盯着黄歇不肯放手。凭他那身负异禀、玉树临风的模样，我都想多望两眼。孙何以喜愁苦？像婴儿这样情窦初开的小女子，自然是把持不住。韦后说的是，在婢子看来，咱们楚国的少年才俊，一点不比那些诸国的王侯们差。难怪世人都说咱们大楚人杰地灵，世间人才大王揽尽。这恰恰显示了我们大楚国的胸怀。先王们征战纳降小国，那些亡国的王子王孙们到了楚国，哪个不是在这里好好享受着荣华富贵？满堂喜美人，虎毒郁郁西牧城。姐妹真是人才济济，往日光闻舒公主舞技卓越，今日才知这月公主真是更胜一筹。大王，您说呢？啊，是不错，的确跳得不错，婀娜多姿，宛若仙子。楚离子啊，
先前不是说今日祭祀之物是舒公主的？或许舒公主身体不适，无论如何，总该是有缘由的。舒儿来兮，忽而逝。细苏兮地角。格里森，你月这个丫头，平日里看起来男孩子似的豪爽，今日呢，恍惚换了一个人。婉约可人，臣弟刚才见她在台上与黄歇眉目传情，真是姻缘天赐，一双璧人。金玉之声，天籁之美，本王今日果然大开眼界。今日是舒公主与秦王的定亲之日，载歌载舞，正应了大吉大利之兆，请。禀报大王，公子歇求见。带他过来。是。公子歇为何求见？秦王大约不知，这是我大楚的风俗。少司命是楚国幸运之神，掌管婚配、子嗣、祸福。往年给少司命献歌献舞的金童玉女，都可以来向本王讨个赏赐。哦，黄歇拜见大王。黄歇，今日祭祀大典，你等轻歌妙舞，令少司命欢颜。寡人要好好的赏赐于你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大吉之日，子歇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是心里有一个愿望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但说无妨。大王之妹月公主，温婉贤淑，冰清玉洁。黄歇攀龙附凤，爱慕已久，恳请大王将月公主许配给黄歇为妻吧。这两情相悦，倒也是佳话。是啊，楚王两妹同嫁，喜上加喜呀。对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这才子配佳人嘛。公子歇，你身为太子伴读，屈子之高徒，该知道这儿女婚姻讲究的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父母若健在，该由你父母指派媒人上门提亲；父母若不在，该由你们族长出面，这才合礼法。母后之言甚是。黄歇，月公主毕竟是寡人的贤妹，此等大事，寡人要于微后和你皇族族长商榷之后才好决断。黄歇回去即刻请本族族长前来提亲，多谢大王微后成全。今日少司命献舞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舒儿喝了殷姐姐拿来的酒，肚子绞痛，实在是应付不了，才求月妹妹上台顶替的。米音在我眼皮底下弄鬼，我心里有数。你若不贪杯，怎会闹到如此无法收场？舒儿知错了。即便如此，少司命献舞是宫中地位高贵之女子献舞，哪轮得上芈月抛头露面？母后仁慈，月妹妹与黄公子两小无猜，情投意合，两人天造地设。舒儿也是想顺水推舟，成人之美。我和你王兄想借着少司命的吉祥，庆贺你与秦王定亲之喜。你倒好，让芈月踩着你上位，丢尽了我的颜面。母后息怒，要怪就怪舒儿吧，千万不要责罚月妹妹啊！责罚他？不，
这一次我是和你一样，去尽力成全他。寡人看母后今日的精气神儿比往常好些。舒儿的婚事虽然周折，但也总算定下了。淑妹的婚事定了，寡人也轻松了许多。照寡人看来，既然不能与五国交好，与秦国联姻是最好的选择。两个大国强上加强，这也省去了与那些个小国打交道的繁琐和啰嗦。虽说舒儿出嫁要到来年春天，但嫁妆也要开始慢慢筹划起来，免得到时候慌手慌脚的。母后说的是，寡人已经命内宰整理方府内库，列出清单，被母后挑选。方府是宫中藏宝库，固然重要，但我想也得让平府准备个书目。这平府是宫中的藏书库，不知母后想要多少藏书给淑儿陪嫁呢？当然是越多越好。秦国荒蛮，淑儿远嫁秦国，有几卷书陪伴，也不至于太无聊。好，那母后放心，寡人尽力去办就是。母后也真是想得开，自己的宝贝女儿偷偷与别人相好了，这口气说咽就咽下了。寡人已经答应了秦王的婚事，母后即便心里不愿意也是无法了。或许寡人把淑妹的嫁妆筹划得更加丰厚些，母后能开心。母后打算给米叔什么陪嫁？珠宝玉器、藏书、整套的器乐，还有妓人和佣人。整套乐器？那是大套还是小套？若是大套，那就包括64件青铜编钟，24件青玉编磬，加上大鼓、小鼓、琴瑟、鱼箫、巫都、箜篌等，那就得200-300件。还有那奏乐、歌舞的妓人、佣人，那也得好几百人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？这怎么能说过分呢？淑儿是母后的心头肉，多些陪送是应当的。我楚国又不是拿不出来。永香令那里统计出要陪送多少人了吗？景昭两家各出1名族女为应妾，每个人最少有10多个侍从侍女。至于淑儿的陪嫁陪官，加上女官及家眷，还有奴仆600人，兵丁1000人，侍女600人，内侍300人，再加上奴隶3000人，还有那妓人和佣人，这样算下来，总数怕是过6000人了。亏得余志有限，否则母后还不得把楚国1半的人口都送过去？寡人只有这么一个王妹，楚国也只有这么一个嫡公主，自然排场要大一些。还有4000个送嫁的兵丁，把淑妹送到了边境就回来。这么算起来，那得1万多人。送亲的场面，再气派不过了吧？只是淑妹这一走，母后想再见她一面，怕是就难了。我看母后不仅想保淑公主亲生尊贵无比，还想保她的儿女生生世世用之不尽。哼！我看就你这张小嘴刁蛮。过来，看寡人怎么教训你。大明真坏。张子随寡人离开楚国，下一次回来不知何年何月了。张仪愿与大王相约，倘若下次再回郢都，定是兵临城下。好。